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言是花衣茶野入灶。伫还袂有甲四路进前，拢是用大灶烘茶煮饭，灶门看度拢无够一笑见风。安尼茶箍就爱直直放入去。若想要甲茶摊坏放入去灶内底，是无法度的。若准有人坏吧，无讲理，也是明知影家己无理，硬要共徛，咱就会使讲，迄个人想要欢茶野入灶。另外，嘛会使摕来形容一个人做代志毋知变巧，得失效果无好，也是失败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